開槍嘅警員係見到同袍同示威者衝突時候跌低，俾人用雜物同埋木板追住打。多個警員衝前協助，但係唔成功。其中一個警員向天開咗2槍示警，搶救同袍。而喺混亂期間有2架私家車駛經現場，需要緊急剎制，避開警員同埋雜物。其中一架車更加喺亞皆老街同上海街交界打轉。警方就呼籲駕駛人士，如非必要，千祈唔好揸車前往旺角。喺凌晨2點，一批示威者由朗豪坊突然衝出去亞皆老街，用膠桶同埋掃把襲擊一個跌低嘅警員，有警員上前增援，示威者後退。嗰個受襲嘅警員受傷倒地。而其後大批示威者再一擁而上推跌垃圾桶，並且不斷用垃圾桶、木板等嘅雜物投擲向警員。示威嘅衝突範圍擴展去到快富街，部分示威者掟出嚟嘅木板等嘅雜物突然起火燃燒，濃煙不停咁飄上上空。而較早之前，雙方繼續喺旺角砵蘭街對峙，警方呼籲示威者要喺限定嘅時間入邊撤離，否則會清場。但係喺期限就到之前，示威者突然發難，衝向警方，雙方互相推撞，警方再次施放胡椒噴霧。防暴警察用盾牌去推進防線，阻止示威者向前。示威者執起地上嘅雜物向警方嘅防線掟。防暴警察拎住盾牌繼續向前推進，示威者就舉起自製嘅盾牌。期間有人倒液體喺示威者防線嘅前面。警方隨即再將防線推進，雙方再次發生推撞。衝突期間，警方繼續施放胡椒噴霧。而喺衝突現場更加發現疑似係催淚氣體。亦都有人用膠桶，掟向警方。至於較早之前嘅衝突情況，由劉炳輝報道。旺角夜市演變成警民衝突。大批警員到場，喺朗豪坊附近舉起紅旗，手持警棍戒備。
期間雙方發生口角同衝突，隨即有警員向示威者面部施放胡椒噴霧。示威者向警員掟雜物，有人嘗試再上前同警員拉扯，警員揮動警棍驅趕。冇問題，冇問題，遠少少啊，遠少少，遠少少冇問題。至少有3個警員受傷，其中1人懷疑被胡椒噴霧射中眼部，另一個警員額頭受傷流血。期間警方拘捕3個男人，由警員押上警車帶走。雙方擾攘過後平靜落嚟，四周圍都見到衝突留低嘅痕跡。防暴警察繼續喺現場戒備，小販繼續擺賣，有人幫襯。事緣有本土派團體晚上9點幾開始喺現場聚集支持小販，警方接報到場同示威者起爭執，期間一架的士駛過，一個男人報稱被的士剪傷腳部，受傷男人被送到廣華醫院，部的士就要警方開路先至可以離開。有線電視記者劉錦輝報道。